两斤再带落得去，日子才去，去啥去？你讲一半啦。好啦啦发海，还来了，你带那同事个叫啥？3点4分过去，外地发开。那么上班这里都应该侪准备好的哇？我不晓得。你那谁不晓得个讲？那应该问下子了去。不记得我你去房子里头啊？哼。你赶紧放手就放手。两个白眼狼！儿子结婚到现在6年，两也来过5道，没干。你去过日子。所以没得回来。来点手领，特色特色，还在里边了。想当年到结婚的辰光，所有个么子侪是我搬上来的。不一定。那不是假？我不晓得。你是不晓得，你是来也不来，你结婚个日啥不来？该说也慢慢要这个，也匀速。你那部车子也包得进去，那部奔驰吧，我妈讲1300块哪里得了？放那个屁，这不该50块。50块个车子上不来可能还要弄过去的，哎，来打，是不是车子了再过去，再上去弄？那门先关脱吧。不得搞，不得搞。用电的。啊，门开了还用电的？最基本的来不及的。你房子毛子是为了收一点电呀？搿房子也是难毛的。了不起。啊，认得，人家不认得搿门口的个人。嘿呢，哎，今朝阿屌来着，还是嗨，快点，帮你一句讲，快点嗨。看屌，不嗨。看呢，我让你结婚房子我要掉毛。2摊。快点再嗨呢，阿屌。哎哟，西门一把外地人看看，自家人嘛侪翻肉毛当鱼翅子，再喊我去我自家觉着难为情。唉，再看他子牙子嘛倒闭里。今朝弟弟啊，你是阿妹你先得来得着，你再喊家看看，一间新房间，还不个官房，还不谁从一间房间里搞出去的？哦，你要哪哈？唉，不是啥事，想想是真的冤枉一桩哇！你到来了一次来，你要等了一只头上了困住5年，都是个难出来。一搭所有个物事侪是M毛的，地板、墙粉、灯、空调、冰箱、台子、灯子、5段橱、腰箱、梳妆台、茶几、玻璃橱、大橱、吹水马桶、连蓬头、好子菜单、宽5震灯板，为一只沙发9500块。到来了一次来娘结婚，还不用得金当光，还得同你落得来个，毛子12年饭，侪是还不立帮光个肉。那么阿条买点啥家？买个屁仔劲！真的是上代花轿嫁出老外，这还光到自家吃的一高呢。